暖暖十门课，咱来故事看万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暖暖十门课。一句以前有一间三合院绘本故事。空中好朋友敢过会记哩庄脚阿嬷的房间生做什么款？未少人对三合院的房间较有印象的，就是窗树、镜、大顶面床，可能还有一罐阿嬷咧用的明星花露水。今仔日绘本故事的第4集，咱要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入来马哈囡仔国的世界，斗阵来找找阿嬷房间的记忆。午后，妈妈的房间透进一方阳光，衣柜顶上绿油油的明星花露水，好香。妈妈不在家，她和爸爸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一个远在浊水溪对岸不知名的地方。味道，阿母的房间有日头光透入来，明星花露水香味对衫橱面顶传出来。阿母无伫咧，伊和阿爸去足远足远的所在，一个伫落水溪对岸遥远毋知影名的所在。透早天拄光，阿叔的阿嬷就坐伫门口埕头前的架椅头啊，无用试试咧洗帐下。哦，你洗遐济帐下，是要别帐来买哟？无啦，阮后生查某囝拢要转来过节，我想讲要加绑一寡，互因摕转去食啦。安尼对啦，有心绑啊，加绑一寡。即卖的少年呢，无遐骨力啦，拢嘛外口买便呢。唉，哪有法度啊？即卖人好命，逐项物件拢嘛有人咧卖，方便甲。就是安尼，惊无钱尔啦，惊买无。迄是讲吼，外面买的粽，我较食嘛食袂好，干那即个粽下就毋对啊啦。嘿，有影呢，迄市仔的卖粽下，拢是用竹叶啊，气味甲咱这用叶桃叶的差一开咧。嘿，我讲哦，你毋知要信无？阮大官过身迄年5月节，厝里无绑粽，阮家己迄个小姑仔，因大家就好意啊，绑一罐竹叶仔粽，叫阮小姑仔赶转来拜。结果较跋就跋无杯。哎哟，有影！我甲阮翁讲吼，阿送规世人拢食鸡头下北的粽，你甲拜竹叶仔，要哪会好？免讲嘛跋无杯。啊尾啊咧，尾啊，我紧转去阮后头厝，甲阮兄哥
lấy几粒啊鸡头下巴的粽转来拜，哭一个就伤杯啊啦！有影爱食鸡头叶的粽哦。迄拜了后吼，阮翁因着毋敢提起啊，逐年5日节拢吩咐我爱白粽，较袂跋无杯。这时阵，6岁的阿雪困伫阿嬷房间的大眠床，咖啡色的竹树仔真凉。热人阿雪常爱伫这顶眠床练过来练过去，困甲脚趾片翕烧，就闪一个位，凉凉的感觉，互伊真紧就去困入眠去。阿雪啦，阿雪啦，日头晒尻川啊啦，好通起来食早顿啊！听到早顿，阿雪坐起来，日头光照入去房间的面床头。阿雪哪落目睭，哪用也未完全清醒声音，问伫灶骹无用的阿嬷：“阿嬷，有蒸菜脯卵无？”“有啦。”“奇怪啊，逐工食菜脯卵，哪拢食袂厌？”阿雪爬落面床，千团穿咧，行到灶骹，看桌顶放2罐绑好还袂散的粽。阿嬷是安怎绑遮侪粽？明仔载5日节，恁爸爸妈妈甲家己的阿姑美淑拢会转来。阿嬷按算讲，要互因摕一寡粽转去食。听到爸爸妈妈要来，阿雪的目睭规个紧起来。爸母伫他乡外地做生理，久久才会转来一摆。阿雪真心问因，望会当含因带做伙。毋过阿嬷讲，一家伙仔分开是不得已的，为了将来过好日子，暂时的离别，拢着爱忍耐。妈，天暗落来的时阵，阿雪的阿姑美淑对家己转来。美淑哦，毋是讲明仔载才要转来？我是专工提早今仔日转来，用暗会当搁困一摆阿母的眠床啊。戆囡仔咧，为着困这顶眠床，提早转来哦。阿母这顶旧眠床困起来哦，袂比恁少年人咧困的碰床较好势啦。真的？阿母敢有影感觉碰床困起来较好势？阿知，我也毋捌困过啊。我是看恁即马少年的，拢困碰床，可能袂歹困的款啦。阿嬷行入去房间，阿雪倒伫面床还未困去，听到讲话声音，怎啊坐起来？阿哥，你转来啊？阿雪，你哪会还袂困？恁爸爸妈妈明仔载要转来，你欢喜甲困袂去是无？无啦，我拄才倒落去，还袂困去。较早困诶，明仔载起我带你去三节公因包买奶汁。好，嘿嘿嘿。一台电风伫面床尾捧来捧去，真认真咧吹。美淑伫面床前坐落来，竹树仔凉凉的感觉透过手袋仔温温啊探开，伊仰头看一个房间的四周围。阿母，明仔载5日节，后日就是你的生日呢，5日节过工。阿母无咧甲人事件做啥物生日啦？我会记你细汉的时阵，咱兜虽然散，但是本来阮若嫌妹仔生日，阿母拢会特别撒一碗面线互阮食。大人欠一喙，囡仔食甲胃。
迄是要互恁遮的囡仔平安到大汉。阮这老岁仔人吼，毋免啦。像讲诶，老岁仔人过生日，嘛会当平安健康食饱日啊！我才无爱食到遐老咧。恁老爸60外就转去啊，我若真是食到饱日，哎哟，死狗恐惊伊袂认识我哦。阿母爱讲笑。只要恁大家拢平安健康就好，对阿母来讲吼，这上重要啦。早起9点左右，阿叔的爸爸妈妈回来，一人一句话，规厝间随闹热起来。碗豆拜拜煞，一家伙仔食饭饱，徛伫阿嬷的房间开讲。阿雪，爸爸有买一项物件要送你哦。什么物件？噔噔噔噔！哇，是小甜甜呢！这身洋娃娃有水无？这是耶！我上喜欢小甜甜。有一个女孩叫甜甜，从小生长在孤儿院。阿哥，你嘛有在看小甜甜哦？当然嘛有，这出放假即嘛偌红咧。哦，美淑，你真正是囡仔头王呢！囡仔看的节目你拢知哦。你袂记得美淑即马伫咧学校伫咧教册哦？啊对吼，煞袂记你伫国校咧做代课老师啦，莫怪哦。阿雪即阵啊暗时食饭，拢嘛伫客厅配电视，看迄小甜甜。阿嬷是小甜甜，毋是小甜甜啦。阿雪，你安尼食饭无专心，袂使的哦。无要紧啦，我嘛是对伊看，迄阿杜仔的网架真古锥呢，侦查讲的迄个北京语，啊我听无啥有着影。阿母，迄网架内底话虽然是阿杜仔，不过迄是日本人话呢。不要，看来看去，也是看咱台湾的布袋戏较趣味啊。无毋对，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！有先有先，阿兄实在背，要无就是黄俊雄第二啦。无情的太阳，可恨的沙漠，逼阮满室的汗啊，甲淡哥哥。吼，苦海女心凉，哪有遮尔晓？哎哟，啊你无听人讲，做戏若无晓，观众椅啊免啊坐条。咦，外口迄什么声？啊，送来啊！送来，送什么来啊？阿母，送碰床来啦！碰床？无代无志送碰床来要创啥？阿母，明仔载你的生日，我想讲送你一张碰床，互你困了较舒适、较好势咧。你咧讲啥？我房间拢有这个眠床啊！你搁送我碰床是要烧家呢？阿母，你这张眠床足旧啊呢？阮甲你换一组新色的，
困起来较袂定哭哭，腰只骨嘛较爽快啊。我无爱啦，什么人甲恁讲我困碰床，腰只骨就会较爽快？甲因讲，紧嘞，叫伊毋通搬落来。阿母，你昨日毋是讲这顶旧眠床困起来，无碰床好势？迄毋是阿母真正的意思啊！阿母也是困我这顶旧眠床较惯势啦。毋过都已经运来到位啊，钱无工钱嘛落好啊。阿母罔困看卖，慢慢就惯势啊啦。恁兄妹啊是安怎？无讲无答，就要甲我换眠床？哈？这是我的假装呢。恁阿爸困过，恁细汉嘛拢伫这顶眠床练过。请问碰床敢是要搬入来这间？阿嬷还袂讲煞，看到送货的人行过来问，心内一急，目眶随红起来。毋免啦，毋免搬入来，我无爱啦。阿爸阿嬷的眠床真好困，莫换啦。人阿嬷嘛无讲要换。是啊，这个眠床对阿母有特殊的意义，顺阿母的意就好啊啦。哎，我甲美淑是想讲，这顶眠床真旧啊。阿母阁不时腰酸背痛，趁即摆阿母生日，甲换一顶新的碰床啦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啊！我知影恁友好，毋过这顶旧眠床我困要规世人啊，困了真惯势，无想要换。规时仔风对茶汤吹入来，眠床尾的电风继续伫遐认真捧来捧去。527个气味甲温度流动伫空气中，房间内旧眠床点点瓦变，岁月将伊的色质豆豆仔变浅，甲阿嬷做伙变老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《旧眠床》是由小陈林子原作，罗讲师编剧，夏菊华台语校正，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正，台语版叶怡欣。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：阿嬷林秋霞演出，阿叔阮彩妍演出，阿姑美淑徐明芬演出，爸爸阮俊嘉演出，妈妈王雅玲演出。厝边洪秀芬演出，送货工人王彦波演出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课。咱今年制作的主题是马哈故事绘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这本绘本内面有50几张画了足水又阁足可爱的图，嘛有文字来描写作者伫囡仔时代带伫庄脚的故事甲心情。空中好朋友若有想要得到这本绘本，请你赶紧上咱专门课电台的网站。只要帮咱写一份收听节目的问卷，就会当参加绘本的抽奖。来每一届会抽出8个至10个幸运的好朋友来赠送这本绘本。第2届抽奖的时间是伫10月31号，请大家把握机会上咱专门课电台网站来写问卷抽绘本。电台网络的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。若是记袂起来，嘛会当 Google 搜寻专门课电台，同款会当找到咱的网站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
真凉爽，水牛食草顺田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烟闪闪，五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月娘出遐顶。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